介绍张炳军议员，以及介绍我们议长的秘书杨秘书到现场，欢迎杨秘书，欢迎杨问候杨大哥。介绍我们台北市议员，今天特别与会参与，欢迎高嘉瑜议员。非常的欢迎在我们的右前方地方，我们特别掌声欢迎高议员。非常谢谢特别莅临到基隆来做客，非常的感谢，再度的谢谢高议员。介绍了我们金海国消防局、文化局，以及我们特别包括信义区公所以及中山区公所的区长，也是我们在现场支援。掌声谢谢所有的贵宾，谢谢所有的长官，再度的谢谢。接下来开始，我们特别利用这个机会，要来有请几位贵宾，特别为大家几句话。首先就有请我们基隆市大家长，我们最敬爱的市长为大家致辞，掌声欢迎。今天老天爷给了我们一个好天气啊，那这个满满的都是我们所有的民众。我刚刚有看到我们中一路还有周边的道路已经全部都挤满了观众，要来欣赏大家精彩的一个演出。而且呢，我们今天还特别把公主游轮就在那个地方当我们的背景祝福大家今天玩得开心。我们所有的好朋友，所有基隆市民。我们大家听口令好不好？我们是不是来一个欢呼声、掌声加尖叫声好不好？掌声、尖叫声在哪里？大家开关心！好，祝大家有个开心的一天了，玩得快乐啊！谢谢你们，谢谢，谢谢，非常谢谢市长，非常的感谢。我们今天还有一位也是非常重要的人物，特别透过今天机会适合出席，而且带着大家加入全新的发声。我们要有请大纵观愿景发展协会理事长蔡秋玲理事长为大家几句话。所有的嘉宾，包括市长我们议员，所有的嘉宾，大家午安，大家好。感谢所有的嘉宾一起的参与。2019海洋老鹰嘉年华即将开始，我们一起欢乐。感谢各位，谢谢。谢谢，非常谢谢理事长，非常感谢。同时，我们立法委员蔡世英蔡委员在现场，市长欢迎蔡委员。非常高兴今天跟大家一起来狂欢，我也特别邀请台北市的市议员高嘉瑜，还是我们基隆人祝大家玩乐愉快，谢谢大家，谢谢。谢谢，非常谢谢蔡委员。今天我们特别由大中央特别由市长要来颁发感谢状，要特别谢谢大中湾愿景发展协会这次的热情参与特别代表所有的团队，我们有请我们的理事长特别来代表接受。我们也请众朋友们用您热情掌声，掌声给自己，也给我们大中湾愿景发展协会特别掌声打气，加油！谢谢，非常的感谢，再度谢谢。接下来我们要请贵宾请留步，同时要邀请众朋友们一起上台来进行我们盛大的骑走仪式。有请贵宾请到台前，欢迎大家一起到市长的左右两侧。各位手上都有特别拿出我们加油的指环。台前的朋友准备好了吗？所有与会嘉年华的朋友，你们准备好了吗？待会呢，我们喊出基隆，请各位喊出最热情。OK 不 OK？ 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喊出3次之后，要请贵宾请抛出，同时代表活动正式的开展。没问题的话，我喊基隆，请大家喊最热情。基隆，基隆，基隆，基隆最热情！邀请同们加入2019基隆海洋老鹰嘉年华正式开幕。是的，欢迎同们加入2019基隆海洋老鹰嘉年华活动。同时也看到我们同组议员也莅临到现场来，欢迎议员。是的，
谢谢与会的贵宾，非常的感谢。接下来我们准备要来进行我们今天的起走仪式，待会通过今天的机会，待会所有的团队要依序的绕街踩街嘉年华。相信今天绕的路会让所有来到基隆地方所有游客朋友们，以及我们基隆在地所著名朋友们，一定非常的开心，非常的兴奋，因为这是属于我们自己的荣耀，是我们一起共同所完成的。再度仅代表基隆市政府，非常欢迎您加入2019基隆海洋老鹰嘉年华。来，我们请队伍依序往外移动，我们依序的往外。而且1号队伍我们先行带路，我们往我们的游戏路线方向移走。我们的游行队伍就在我们马路上依序就位，在我们马路上依序就位。请工作人员引导我们的队伍依序往外移动，让我们的队伍依序排队往外移动，谢谢。11、12之后，我们请13舞台前区的民众，舞台后区的团队请稍等，舞台后区的团队请稍等，19号团队请稍等，舞台后区团队请稍等。我们的舞台前区的队伍先往外移动，11、12、13、14、15，我们先请往外移动，把队伍拉出去。来，请工作人员协助一下引导，依序往外走。13、14、15，我们请我们舞台前区的队伍先依序往外移动。11、12、13、14、15、16、17、18、19，我们先去舞台前区先往外移动。后区的团队，我们请稍等一下，我们请依序往外移动。那青蛙一下下就差不多可以走了，好，4.20。请在马路上团队跟着我们的前导队伍，跟着前导队伍往我们的游行动线移动。来，13、14、15、16、17、18、19。20团队先等一下接上。舞台后方的团队，我们先稍等一下。而且1号队伍的团队跟着我们的前导队伍继续往前走。好，我们请所有的表演团队依序，我们往游行动线区走。来，我们先让我们在海洋广场上所有团队都先走到马路上，我们先稍安勿躁。所以请前面需要的团队，我们先往前走，把队伍拉出去。好，我们先稍安勿躁，往前走，20、21跟上，21、22跟3。好，我们现场的团队先稍安勿躁，我们请前导团队先
待会他们吃饭的时候，我会稍微翻过来跟他们讲。咖啡啊，然后。来，我们请前面先把这网弯拉的时候，请大家的节奏稍微步伐走快一点点，我们让广场上队伍先一起往外走，好不好？我们请现在刚出去这个阶段呢，我们请先比较快的移动，我们往火车方向走，好吗？我们先让广场上的团队先往外走出去。来，请工作人员协助一下，请团队先往前移动。我们广场里面还有很多厉害的团队哦，请大家一起走上马路上好吗？来，22、1、2、2、23的团队继续往前。请1号、2号前面的工作同学引导一下，把队伍先往前带。让我们在广场上的团队先往外走出去。来，我们请刚上马路的团队，我们先往前走。我们顺着火车站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做集体性的演出，好吗？我们先请团队往前走，谢谢。来，我们请现场工作同仁引导一下，请团队先往前走，谢谢。请先往前。来，工作同仁请分开引导，我请团队先把队伍往外拉。来，我请前面队伍的步伐帮我们加速一下，先让广场上队伍先往外走。前场队伍请再继续帮我们上队伍往外，我们请前场队伍再为我们加快一下步伐。来，我们广场内的团队先来舞蹈。我们队伍即将就要出发，我们再稍等一下，请工作同仁引导，我们在行进间的演出，是不是等我们从火车站转回来，我们再进行？我们先让队伍先往外移动，好吗？来，我们先引导所有团队先往前移动，谢谢。
次的机会哦。那不要忘记，我后面还有将近50支队伍哦。我们请我们的队伍先往前移动。来，请带队的同仁先把队伍先往前移动。来，请同仁引导一下，先往前。我们请出去的队伍先行往前移动，绕过火车站之后再开始进行表演，好吗？我们请先往前移动。我们非常精彩的舞团还有舞团，我们请先往前移动，我们让我们广场上的队伍先往外走，先往前移动，把队伍拉出去，谢谢。我们请我们的前导队伍先带着队伍往前，谢谢。谢谢所有的同学们，我们先往前移动，谢谢。来，请队伍先往前移动。来，我们谢谢我们的国外争霸舞团，欢迎来自我们的美丽女孩子，先往前移动。来，后面的舞团我们先往前移动，我们先往火车站绕回，再进行一些演出哦，谢谢。请往前加快我们的节奏，谢谢。来，我们几个舞团继续往前移动，请工作同仁引导一下，先往前移动，谢谢。来，我们请舞团的同学们先往前移动。来，请工作同仁引导一下，拍照的部分我们也请先上马路哦。来，我们请我们队伍先往前，来往外移动。来，20号可以往前走了吗？来，20号往前移动，往上马路，往前移动，请同仁引导一下，往前走。来，我们请队伍往前移动，不要在路口表演了，往前先上马路，谢谢。请队伍全部先往前，所有的民众先停止拍照，先让他们走到马路，捕捉他们最美丽的身影哦。往前移动，谢谢。来，请我们工作同仁往前引导。他假装表定时候，没事吗？好。来，22、1、2、23、24号准备了，我们快要往前走了。你们还在吗？我们比人家多休息一点时间，对不对？好了，我们马上就往前移动了。好，我们请队伍往前拉，请工作同仁协助往前走。我们先往走到火车站，再开始进行一些表演，好吗？先让队伍整支往外走，谢谢。谢谢大家热情的参与，把握每一个表演的时间。我们现在海洋广场上所有队伍都在往外走，24、25、26接续哦。来，别请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先让出我们的通道，让我们再往外走，好吗？来，我们在我们出入口的这个地方先请让出通道，让我们的团队往外移动，谢谢。他们没有拉底。有阿祖的话，记得一个不对。好了，我们15号小心你们的肩膀往外移动，谢谢。好了，我们先往前走，往前走。他们异想天开，彩色人红的成功国小。好，24、25、26、27，我们的队伍继续往前，我们先走到马路上。FB 会这样。来，我们后续队伍请先上往外走，谢谢。我们请刚到马路上队伍先往前走，好吗？加快我们的步伐，谢谢你们。我们让广场上的团队顺利的往外移动，谢谢。打赌国家的同学跟上啊！你的网络。好，我们继续往后，继续队伍。把那个 WiFi 关掉。来，打赌之后是我们的。对，WiFi。不是你。
是不是？南龙妇幼，南龙国中、南龙国小、南龙妇幼继续往前。南龙国中。我的还好啊。南龙国小、南龙妇幼继续往前，我们一起走出一趟半龙啦，加油！我顿了，其实还好。3轮太少，错了。来，我们一起走上马路的队伍，先往前加快步伐，好吗？谢谢你们。我先往外，让队伍往外走。好，我们接续要在我们的南龙国小、南龙妇幼之后的是我们的197的营业处，等下32号的长春藤幼儿园小老鹰体准备，要贴在我们的31号台湾烟酒品有限公司后面哦。我们是我们小老鹰先往小老鹰先准备，来台湾烟酒就是我们的小老鹰哦。同时我队伍依序往前，谢谢。这边拍。好。长春藤小老鹰，稍等一下哦。我们接在我们的这一群海鲜队伍之后，台湾烟酒海鲜队伍，我们小老鹰起步喽。后面舞台后面队伍我们请准备了，准备往前走哦。好，我们可以走上马路的队伍，我们先加快步伐。我们去搭火车站之后再开始做体育的演出。我们的小老鹰队伍请到队伍队员请上，满江国小32333435队伍依序接上。请上到马路上的队伍还有民众先让我们队伍往外走。来，现场通哪在吗？请到舞台上来。来，请我们上台的上这个马路上的队伍先往前。我们从火车站回来之后再开始进行今天的演出。还好啦。32333435。可是我们这样子已经不错了啦。哎。他们后面请依序接上，依序把我们的队伍接上。露娜在现场吗？露娜。越人越来越多了。你要先送完他们吗？队伍依序往外接上，往外走哦。你上了马路的队伍先往前移动。我们到火车站再开始做今天的演出，谢谢。我们先让我们海洋广场上的队伍先依序往外出去。然后呢，你们在马路上让所有的观众来比你的身影哦。我们请我们队伍依序往前。现在我们的仁爱国小要通过我们的出入口喽，请仁爱妇幼也一起跟着。慢舟、慢加飞舟，我们来自国外团队，我们往前，欢迎你们往前，谢谢，欢迎你们。有时多大两次？我们呢？他们有跳舞吗？对，如果不行就会去跑。感谢是我们的上智国小美人鱼，上智国小也要通过我们的出入口了，欢迎大家上马路，加油！我们的上智妇幼小老鹰们好可爱啊！来，我们请爸爸妈妈站好，跟上队伍哦，你别往外走。我要当时这个算吗？然后我就比车当5车，然后1块。我同一条一个1块我来搭今天的。好，我们请上到马路上的队伍，我们先依序往前。
间，我们经过火车站之后，再开始做一系列的演出。好，你这是最后的队伍了。有点重，还好。来自屏东县万峦市政市区有免费看看真照啊！你这要抽我们的珠宝，所以现场拍摄的民众直接让个贡献给他们，之后他们就往马路上移动。好，请现场拍照，非常热情的民众。好，也请先让出一个通道。好，我们的台湾烟酒的车子也入队伍了。台湾烟酒的老鹰车，我们先排上队伍，先往外移动。好了，我们请车子往前移动，台湾烟酒，谢谢。往前移动，谢谢。赶紧往前移动，也请现场的民众注意哦，注意把我们的游行道线让出来给我们的参与游行队伍。好，来，我们请在入口的队伍往前移动，谢谢。来，请往前移动，我们让民众先让这个通道，让我们的队伍先往马路上移动。好。